所以对个平人呢是真正欢喜。对个家己个教会更加欢喜，真正久无对个这边教会做咩事咧？因为大家对个咧吼，就去甲人开会啊。所以开会咧吼，就为伫教堂了嘛，伫教堂咧后，也就吵到讲无你吵来我教堂讲道，所以大家无机会回来。所以一摆咧吼，因为爱来个人，伊未回来我那边人服侍人吼，也已经来了，对了，所以也无回来。我随一摆回来咧，我无讲随后去开会。所以真正欢喜，会对到这边所在来服侍上帝。感謝主。我會記講大家對嘅必定是哦，上帝大家發生大事嘅。係咪事咧？前一年我人嘅所在大淹水，舊年咧合仔淹水。恁今年咧也唔知影個嗬，幾多啊？希望講無淹水啊，因為馬路今仔日咧吼，我哋嗰邊馬路開始落雨了所以咧吼可能會落真大，我人實在也工咧個還未做了個，也塗骹伊個路個了，佫佇做了，唔知會了未會了啦。敢若祈禱講上帝來恩典啊！特別我合仔那邊咧吼，我3月時我馬路甲過去一擺呢，因為迄陣時咧吼，我是帶我的學生，差不多8個學生，我哋過去那邊做宣教，去那邊嘅探訪那邊嘅教會啊，去幫助那邊教會。去到那邊時哦，一隻竹青囝，咩事咧？唔是講看到你淹水嘅所在，那邊淹水所在咧吼，其實咧吼是真正緊落雨了。但是講比較起來咧吼，伊人那邊嘅所在比我馬路咧相對較好，我人嘅那邊較好了，因為咧那邊是水入來就出去了，伊無土無咩。特別我人那邊咧是伊帶土個了入來嘅，所以伊工真濟。嗱，我另外一個咧，我是真正感謝主是啥物？因為我去到那邊時，我發現到原來吼，那邊嘅教會真正濟牧師啊，是上帝北部回來，真正濟。所以是講了了，我呢上帝北部嘅那邊嘅事工咧，吼，其實是真正重要嘅，因為那邊嘅工課個了咧，吼，就是訓練更加濟牧師互上帝。所以這個是真正重要嘅工課。所以上帝就是將這個時間咧，互我睇到一個鼓勵講，你佇遐邊做事工是真正重要嘅，因為你做嘅事工唔是干那好一個所在，伊是帶到規個上帝到他嘅所在。所以感謝主。所以今仔日來到這個所在是真正歡喜。你頭早咱阮有食一個聖餐了無？食聖餐是咧，咱嘅麥克牧師咧吼，伊就講一句嘅聖經節，是講咧。就是哥林多前書11章23節那邊嘅，伊就是用了邊聖經節來講。那伊那邊就是講到，當咱來到上帝面頭前來食聖餐咧，就是來紀念耶穌，對無？嗱，我問看，做咩事咱要食聖餐來紀念耶穌？咱是紀念耶穌遐物物件？到底咱是要紀念紀念耶穌死，對無？有特別也未着個了因為聖經有寫誠清楚，若是咱的耶穌是死的話，伊了了吼，咱的基督教就有意思咧。但是聖經是寫講咩？咱紀念耶穌的死，佮紀念耶穌將來伊個會倒轉來。這個是講了咩咧？這個就是講了，互咱基督徒的一個盼望，一個盼望。就是講，若咱相信耶穌的人吼，唔是講你是了時間，唔是講是了淚，唔是講是了力，伊是一個真正實在的。嗱，我今仔日互你看一個聖經節，佇這個以弗所書第1章11節到14節。以弗所書第1章11到14我用這邊來讀我人也佇伊內面談到基業，這個原是遐咧隨家己的意，行做萬事，照了伊的旨意所有定的，叫伊的榮耀佇伊我人這個頭先佇耶穌內面有盼望的人，會談到保羅
你人也聽了真理的道，就是迄個叫你人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呢，就受了所應允的聖靈做記號。這個聖靈是我人通到基業的證據，得等到神之名和着上，和伊的榮耀通入有咯。嗱，這邊伊講到一個真正重要的物件，這是保羅寫給他邊嘅教會人。嗱，伊頭一個咱要來清楚的後生，保羅是寫給一群人。聖經寫講就是給迄個以弗所的教會。那以弗所的教會到底是一群人呢？以弗所的教會咧，就是上加人安尼款的人，唔是以色列人，是外邦人。所以保羅伊寫了，伊就講11節講我人，13節伊講路人，對無？保羅頭一個講的是我人是啥意思？就是講我人做猶太人的，我人以色列的人。你就來意思講路人就是迄個外邦人，唔是以色列人。所以是講了保羅寫這個聖經咧，吼，唔是講干那互迄個信，迄個以色列人，迄個上帝神後生來傳經的人，伊也是講互迄個後尾來相信耶穌。就是講，互人逐代人，伊講互人逐代人是做啥物呢？伊是講，伊互人有一個盼望。12節，叫伊會曉佇我人這個頭先，佇基督內面有盼望。所以保羅是寫互所有干了信仰的所有人，伊講汝人是有一個盼望。嗱，聖經無寫着希望，伊講盼望。啥物是盼望？啥物是希望？你知影無？佇原文的意思是無相的。希望就是講可能會發生。可能會發生，盼望是講他了會發生。譬如講，譬如講我是做頭家，我希望講我明仔賺大鐳。有人會 guarantee 講我明仔賺大鐳哦？無人會 guarantee 的。所以這個是講希望，我希望明年會更加好。有人 guarantee 明年更加好，袂嘛？我人古早嘛是講，我希望講明年更加好，明仔無落雨就淹水了。對無？所以無人會講 guarantee 你講明年會較好啊。所以這個是叫做希望，但是保羅無用希望這個字，伊是用這個盼望。盼望就是講，伊是一個真正實在，他了會發生的，他了發生。比如講，明仔日頭會出來哦。我希望講明仔日頭會出來，無啊，日頭是明仔他就出來，無管今仔這世界發生啥物事，日頭明仔就是出，伊是上帝已經定落來的，所以伊是安尼叫做盼，他了會發生的。所以保羅寫吼，這個基督徒，了，伊就是甲人講吼，一個人信耶穌，伊是有一個盼望的人。若是一個人無盼望的吼，伊一生吼是無希望的。伊一生人吼無意思的。為汝看啦，若是今仔日我去看，咱去看論文，你看了論文，甲你講一句話，兄弟啊，也無講姊妹啊，明仔是你佇世界的地位一日了，咱做法啊，無希望了，但是咯，對無？因為咱人是無這個無一個盼望，所以咱就是安尼款的擔心的。但是一個有盼望的人，伊是無這樣。明仔是我的地位一日了，那可能就愛做物件，我會識得個了，我會去傳福音互人知，因為明仔我是會去拄耶穌。明仔我死哦，我甘願，因為我知影講我死了，毋是了，我死了前怎去找上帝。咱做長人的，咱知講一句話，人死毋是地位啊，人死還未了過，咱佫接來一個生命會過，但是較重要是講，咱下一個生命是安怎款的生命？做人艱苦無艱苦？艱苦啊！少年時讀冊艱苦，
囡仔無上愛讀冊對無？你叫伊讀冊莫去學堂加好加困5分鐘啊，對無？你大漢起來啊，做工艱苦，艱苦早起做到暗暝，做了佫互頭家罵，對無？你趁錢來趁無路下，即邊即拍邊就出去啊！無你遐就心路呢，即邊甲你扣啊，差不多無位啊！艱苦，你老啊艱苦，身軀疼。頭疼、骹疼、腰子疼、規身軀疼。有的人佫毋是講干那疼，有的人家庭佫賣伊，所以真正艱苦誒。做人真正艱苦。既然咱無咧做人，佇即個世界活了幾十年，真正艱苦了。咱咧接落來生命，你佫要艱苦，你佫上愛艱苦，無人上愛艱苦咧。若是你知影講上帝互你一個永生、永遠誒活。但是你所想的，他的永遠的話，就是上甲咱馬路會當活啦。我甲你講，我賣啊咯，對無？而且我巴肚我一世人會活袂死，特別我的迄個生命，就上甲馬路的款吼，我是賣啊咯。嗱，我較早一幫我甲我媽講嘅，我媽甲你是73歲，你就講等我其實無落雨，我去吹上帝了。我就講，切，唔係講你講。你會使活到80歲、90歲、100歲，你講唔係啊，100歲，做咩事咧？你講你看我馬路身軀疼，即邊疼，你還好活100歲，落艱苦個賣啊！咁到80歲就差唔多會使走了，會使吹上帝了。嗱，也是講咱人哦，無盼望嘅，將來咱上遠還是咱生命，永遠嘅生命就是咱艱苦嘅哦。無人愛，但是聖經寫無相啊，伊是寫講一個有盼望嘅人哦，毋是安尼款生命，伊生命是真好嘅。聖經寫嘅話是安怎寫呢？伊是講即個人嘅生命，佇天堂，伊是講好得無比，好到無通比啊！有啥物物件是好到完美哦？上好嘅物件哦，佫是。你好了物件，哈！你是講叫做好甲無通比，因為無人通比嘛。所以聖經甲咱講，若一個人啊有盼望啊，伊佇耶穌內面啊，伊努力咱來活了這個世界。若是咱祈禱到今仔日後，咱毋知講咱盼望，真正可惜，咱佇這個世界活了是一個頭直直。也袂起頭，行路無力，無一個好嘅見證互人看。因為咱毋知講咱盼望是啥物，但是講咱知講咱盼望是啥物哦，咱無驚去面對逐項代志。我無講信耶穌嘅人無艱苦啊，信耶穌嘅人佫是有艱苦嘅，我馬路嘛是艱苦，逐人嘛有是有艱苦，牧師嘛是有艱苦，逐人有艱苦。但是咧，信耶穌人當一項物件無相，就是伊信耶穌的吼，伊有即個盼望，有耶穌來改變家行，有耶穌來幫助伊。這是聖經，互人知的，聖經甲人講的。無管你是安怎款人，你屬甲無屬甲，即個是逐人會面對。有一個真正有名的人，伊講過一句，伊講過三個代志哦。伊講頭一個，人咧吼，他就會拄着無好嘅代志，但是咧，無管是落無好嘅代志咧，一日他就會變過去，變好起來。第一個，發生嘅好事咧是他着嘅，是實在嘅，發生時你無人會壓殺家己嘅。那第三個，伊講。可能基督徒更加好嘅，更加好嘅物件也會來咯。就是馬路會使講，我馬路上有嘅是離好嘅啊，有無？無對喎，就是講馬路是離好嘅，更加好嘅咱也袂知喎。咱看咱講20-30年前甲馬路邊啊，真正無相。20-30年前哦。逐人都無電話，對無？馬路咧，逐人也有一個電話，莫講
人大人囡仔嘛是也着一个电话，也着订对无？方便咯，真正方便。做咩事咧？我大伫上帝，我家我嘛伫边咧讲话，啊像伫20、30年前卡一个电话落贵咧，讲两句 hello 20箍，如好无20箍，40箍无伊啊。你今仔日咧，因为有一个电话，我甲我嘛讲2点钟免付钱，就是互即个 internet 的钱嘛，真正愿意。所以这个是上帝互咱知讲哦，咱伫即个生命内面哦，阮是有更加好的物件还未出现过。对，咱是讲看世界实是愈来愈无好，但是咧好的物件佫是会发生的，会直直来的。你知讲哦，咱伫平安的教会真正趁着祝福的了。你去逐个教会啊，差不多逐个教会有下管的，对无？啊，咪你看你无下管，你会来教会哦？无咩人爱来啊，主要是我甲你讲啊，差不多3年前，我人会伫上帝教会啊，无下管的啊，但是咧，我人今仔日有下管了，做咩事咧？我人是无办法的，我需要投下管，因为我人伫内面聚会，一礼拜聚会差不多500人伫内面坐，500人坐，你无下管，你嘛热甲袂晓讲，对无？所以无法我投去电费是贵啦，无法就是投去需要投嘛，因为人济了，你人济袂好势哦，流汗，甲你落下听道国听落下就走掉去啊，袂好势嘛。所以咱伫平安教会啊，上帝是真正祝福的啊。但是甲你讲哦，更加好的会来咯。咱教会爱去新的教会，上帝会祝福。更加好也未来，因为上帝互咱基督徒的就是一个盼望，伫内面，他了更加好、更加水的。兄弟姊妹，信耶稣就是讲，干那讲，我知耶稣是上帝，我知聖經所講的，我知講你知這個物件是真好，特別你干那知咧是無夠的，你要家己去體驗、經驗耶穌的好。你需要打開你心，和耶穌。所以講，你人佢聽到真理的道13哦，就是佢咧叫你人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你就受了你所應許的聖靈做咩？真有了哦。伊講蝦米咧？伊講你人聽到真理了，相信了，接來就伊有是講咩？伊講你談到所應許的上帝應許的聖靈，或者耶穌的靈力、耶穌的祝福、耶穌的幫助、耶穌的傳領，做咱的一個真有佇咱生命內面。這個聖經所講嘅，那這個聖靈就是我人談到基業的證據，教甲落句咧，伊講教甲上帝的名着贖，就是講着救去天堂的遐一日。做咩事耶穌會祝福人？因為耶穌祝福你頭一個，耶穌是愛你；第二個是因為耶穌會接了你生命，可以談到家己。談到學咯，談到應用，所以你話12、10尾一句話，加14、10尾一句話係講咩？會談到學咯，第14、10尾一句話講是咩？談到學咯。所以耶穌互你談到一個咁樣是因為耶穌互你知影講，伊是正嘅，伊是有能力嘅，伊是幫助人嘅心。所以接到你生命，別個人甲咱講，看你講，咱係上帝，咱所信的耶穌是正是好嘅。兄弟姊妹，咱來教會可能已經來幾那禮拜，可能來幾那年，可能咱信耶穌，可能頭早咱是有食聖餐，這個是好是好，但是咧更加好咧是咱會知影講吼。上帝會甲咱同在，上帝將這個盼望放佇咱生命內面哦，就是要互咱知講哦，咱佇這個世界所活了的時候，
因毋是一個無用的，毋是一個強勁人，咱是王的囝兒，咱是有上帝帶領的，有上帝愛的。無管咱是安怎款的人，老人、少年、囡仔，有類人無類人，勇的人，有病的人，會行路袂行路的人。攏總有上帝甲咱同在。伊講咱談到即個基業，蝦米基業咧？頭一個就是會使做神的囝兒。第二個談到天國的祝福，即聖經寫得真正清楚嘅，兄弟姊妹。即個就是互咱基督徒的一個盼望。咱有當時講，咱信耶穌真正艱苦，對，真正艱苦，無用嘅。耶穌家己佇即個世間真毋是真正艱苦，佫要互人釘佇十字架。伊嘅門徒逐日嘛是真正艱苦，死嘅死，無迄就是着了。所以無用，但是咧吼，咱有一個盼望咧吼，就是知影咱講吼，咱頭前嘅。是更較好嘅，所以咱去到即個基督徒嘅即個常禮，就是講咱去做即個追思禮拜，咱基督徒嘅人死時，咱點去唱歌，對無？敬拜主，哦，即人死啊，個好啊好啊，感謝主啊，榮耀主啊，外口人看這是笑人嚟講，人死啊個好啊好啊。但是，可能基督徒無啥，因為咱知影講吼，即個人咧已經去找上帝了，伊離開即個世界痛苦，只到耶穌嘅安息，只到耶穌嘅祝福，只到耶穌嘅喜樂內面。你知影講，也是講我一個死人佇樓頂、佇天頂，把你看來講，伊看到咱伊所邊可憐人啊，我啦已經來到上帝這邊無幸苦了。我可憐有人，佫要佇世界幾十年個，對無？就最免為咱媽在艱苦，嘛是艱苦。後日人是後日，特別是後日，拜年未去做工，人都面 QQ。咱阿摩一句話叫Monday Blue，就是無人稍愛去拜年，係因為禮拜真正換起去說拜年啊，都使對去做工了，真閒，無啥愛。這是真正正常的，互人咱佇即個世界，咱拄着即個艱苦是真正正常。但是上帝講，雖然你是拄着艱苦，但是我會準備一個好的物件有了，就是將來你會甲我慢慢佇天堂內面。天堂內面有啥物好處？兄弟姊妹，你知無？上帝講啊，佇天堂內面物件甲咱是好嘅。咱現在即人講，咱直接骨力，做咩事咧？要趁錢，啊未夠錢，人趁錢拼命哦，買夠錢對無？夠錢是買咩？買金買手指，但是聖經寫講，當咱對到天堂時，就講，一金啊是用來鋪塗骹用嘅。你愛金啊，去天堂時，你叫白白烏啊。聖經寫真清楚，伊講伊嘅路是金做嘅。伊拼命個都是寶石，跳是寶石，啊，你愛學去學，即個無佇上帝佇天堂時，也是講真正平常的物件，特別咱佇這真正寶貴，真正可憐為基督徒就是咱直直看到即個世間的物件，咱所忘記講上帝的物件，上帝互咱是更加好，就是等了人嘅，但是咱所忘記去。甚至咱來信耶穌時，咱知講啊，耶穌愛我，將來我會對到天堂，我相信耶穌有祝福。咱知，但是慢慢咱信耶穌了吼，日子過日子，袂記個了。要行過真濟日子，個了就袂記了。來教堂就上個逐日來，牧師啊，我來啊，點名一下啊，我到了。啊，上帝啊，我服務人啊，點名一下啊。有當時咱就是別人的關係，咱袂記去，所以咱基督徒佇即個世界啊，真正就講啊，真正一基督徒是失敗啊，毋是講咱生命失敗，
咱失败是讲咱挂袂出他的见证，互人看到。咱的生命是互人看到是讲，基督徒甲无信主的人是无咩无相，阮是无安咩盼望的。那是一个基督徒真正有盼望的，一行路是无相的啊！伊有力的啊！伊生命做物件是有喜乐的啊！虽然坎坷，但是伊会知影讲上帝甲伊同在，我无惊，讲我将来面对是虾米物件。明仔载我拄着虾米坎坷，我无惊，因为上帝甲我同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就是用这个话来鼓励大家。今仔日咱有这个福气入到教会内面了，这个是真好。咱有福气，逐日来敬拜耶稣，这个是真好。但是唔通卖忘记，上帝互咱是一个盼望。所以当逐过日，咱有食一个圣餐哦，伊就是来互咱思想。做咩事？咱无逐日去食圣餐，会使逐日食圣餐哦。做咩事？咱无逐日食咧？因为就是惊讲哦，咱当作平常去，想个来礼拜拜六3点来教会，超过时间到4点4点半对厝，咱对厝搁在看电视机，变平常去无感觉物件，所以咱变做一个月一摆来提醒咱即个重要。咱信耶稣的人食圣餐是纪念耶稣的死，佮纪念耶稣将来伊会搁倒转来。圣经写真正清楚，伊会搁倒转来找大个人啊！无管你是信耶稣无信耶稣，伊也是会转来找人。做咩事咧？信耶稣伊就会来找人，带人对伊家白白同在；无信耶稣人，将来伊转来就是会行伊人的罪。你兄弟姊妹，你今仔日接到这个所在，你信耶稣，耶稣就讲来，甲我白白去天堂，来甲我白白去这个水的所在，来甲我白白去食好料。咱今日好料是啥物？大鱼定大虾？咱就会讲大鱼大虾真正平常的，可能规世界是海鲜哦。咱大鲍鱼就无像啊，大磷虾就无像啊。这个是上帝咱祝福的。你知影咱平常真，互咱来讲，这个海鲜是真正平常。伫我的所在是无海鲜的，真正歹找的，因为我平时山。山的位是啥？较歹找海鲜，你爱找去美国找咯。特别你讲美国嘛是无饲的，嘛是外口送过来的嘛。咱平常是现买现食的，这个是上帝好祝福啊。但是咱当做一只平常鱼对无？真正平常煮一个菜炖2只虾、3只虾都是真平常。特别互我哇，你炖虾落去我讲这个应该是一只好嘢的人我平常本是无能做的，所以咱基督徒莫变甲一个关系来到教会变关系，咱变甲当做这个耶稣无搁真重要，咱袂记讲耶稣互咱的这个盼望，耶稣互咱的祝福，咱甲咱当做一只平常去所以无将伊当做一个重要，咱唔通安尼做。咱要会记了，上帝互咱一个盼望，就是要接着咱人互别个人知影讲，耶稣是真的是接着伊人家己喙讲咱的上帝谈着恶路，圣经所写。所以即个是希望接着一个来鼓励大家，咱一起大家来教会安怎？带了一个真正喜乐的心，出去教会是为了做乜？带了喜乐的心，互人看到讲，咱是一个有盼望的基督徒，因为知影咱上帝甲咱同在，上帝祝福咱逐个人。是咱头，咱行出去外口是头嗰时咧来也未起来话后面你看一嘴尾来是耶稣，别个人看到你讲，这个人嘛是安尼款的，生命无喜乐的，我嘛是无想爱来。是讲伊看到你，无，这个兄弟无啥逐日笑面的生命才是真欢喜的喂，伊相信耶稣才是个无相的款的伊拄着坎坷是坎坷，但是伊会去面对伊欢喜去面对，这个就无相了。人就想讲，这个耶稣是特别的，
所以耶穌就是要接着咱生命来做嘅款嘅代志。今仔日咱去一個外口時候，好好嘅敬了耶穌，帶了耶穌嘅名出去，因為知影講耶穌甲你同在，耶穌互你盼望，耶穌會帶領你，耶穌會祝福你。所以莫忘記哦，這個是耶穌互人嘅好處。咱生命是為來榮耀耶穌，咱別名頭祈禱。主耶穌，我能感謝你，今仔日接了你話你互提醒。主耶穌，我來到教會哦，毋是一個干那一個習慣爾，毋是講逐禮拜來點名。但是主耶穌，我來到你面頭前時候，我是知影講，我是來拄了這個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，我來找你時候是為在，我知影講主你就是佇這個所在。當我來到你面頭前時候，我來敬拜你時候，主耶穌，你會來甲我同在，你會充滿我啦，互我離開這個所在時候，是帶了這個希望、盼望，帶了這個喜樂出去外口，互世間人看到我人嘅生命是會知影講耶穌是真好。主要在幫助我人，互我人嘅生命會做一個好嘅見證，互世間人會看到我人啊，上愛來敬拜耶穌，會來榮耀耶穌。主耶穌，你互阮的就是真正好嘅。我人知影講，佇這個世界內面，我人讀了是會拄着坎坷，但是我人拄着坎坷時是無講失去我人的盼望，因為主耶穌你甲我同在，因為更加好嘅未來。主耶穌，我人感謝你，叫你聖靈來帶領我逐個人，你互阮這個聖靈就是來做一個證據講，主耶穌，你就是甲我同在。我人感謝主耶穌，奉耶穌的聖名來祈禱。阿門。